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3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约书亚记第4章第1到第13节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5章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生活。什么是信心生活？就是在面对困境的当前，能够依靠上帝来得胜。那目前我们可以说，最好的例子呢，就是乌克兰的境况。乌克兰和苏俄的军力来相比，当然是无法比拟。防空系统也是相对的老旧而没有用处，或是说很难用，效果不好。但是自从苏俄开始侵略乌克兰到现在，我们看到了乌克兰从总统Zelensky一直到一般的人民，他们都有同仇敌忾的决心，这样的心智。苏俄从预计在几天内要让乌克兰投降，到如今战况将近1个月，战况呢渐渐的让苏俄陷入泥沼的那种战况，有不少的将军战亡，有士兵投降，有战备武器被丢弃等等的这样的状况。或许我们可以说，普丁、苏俄太过分亲敌，也可以说是全世界都站在乌克兰这一边，协助他们抵抗强权的侵略。但事实上是他们也很有信心，很坚定的为他们的国家而站立。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如今仍然能够屹立不摇。过去的主日下午，教会邀请了叶欢姐妹来分享见证。她提到了她的成长过程，那个困难使她几乎要放弃生活的一个盼望。但是当他有机会听到基督福音之后，他的生命就有了盼望，让他能够在过去看为困境的生活当中有了信心。他不但不再受到过去生活的牵绊影响，也更因为信心而能够面对过去所不喜欢的生活，并且改善跟家人的关系。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旷野40年的流浪生活，他们过了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，但是他们的困境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结束了。他们仍然要面对居住在迦南地的各个民族，特别是在面对那些高大又强壮的非利士人，如同渡过这个约旦河一样。当抬着约柜的人们，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之后，河水就分开，变成两边了，河谷也就变成干的地。这可以说是一种信心考验的进阶版。当时候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越过红海，上帝要摩西将权杖打击红海，使海能够分开。但是在渡过淡水河的事情上面呢，上帝却是要让他们扛着
约柜祭司的脚先踏入了约旦河。相同的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并不是说上帝已经将迦南地的人都灭绝了，而是要以色列人学习信心的跟随。今天的经文约书亚书第4章的记载，全国人民都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上帝对约书亚说：你要从人民中选出12人，每支族1人，吩咐他们到约旦河中祭司站立的地方，取12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天扎营的地方。于是约书亚召集他所选出的12个人，吩咐他们：你们到约旦河里，走到上主你们的上帝的约柜前头，每一个人从河底取一块石头，扛在自己的肩上，每一块石头代表着以色列的支族。你们要堆这些石头做纪念碑，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你们，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，你们要告诉他们，上主约柜过约旦河时，河水停止流动。这些石头要永远使以色列人纪念这里所发生的事情。这表现出他们的信心，因为接下去他们仍然要面对困境，甚至更大。经文继续的告诉我们，他们一方面前行，一方面要备战。他们到达对岸后，祭司们抬着上主的约柜，走在群众前面，到前头去。12节，吕便、迦得2支族和玛拿西半支族，装备好的战士，照着摩西的吩咐，也走在群众前头。大约有4万装备好的战士，在上主面前过了河，在耶利米平原准备作战。靠着信心的生活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就如同希伯来书第11章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第1节，那么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有肯定。古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，就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。基督徒是因为信心而看见未来，看见希望，即便所看见的尽是困难和绝望，靠着信心生活的人却不会因为看见的困境而失望、灰心。保罗告诉我们，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。信心的功课虽然很难，但却是上帝给世人最大的恩典。这是将来的盼望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所住的这地上的帐篷拆去了，上帝会给我们天上的住宅，是他亲自建造，永远存在的。我们现在叹息着，切切盼望住进那天上的住宅，好像穿上衣服，穿上了，我们就不至于赤身露体。我们住在这地上的帐篷里，好像是背负重担而叹息着。
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脱下地上的身体，而是要穿上属天的身体，好使那必朽的生命取代。上帝亲自准备我们来适应这变化，他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作为担保。叶欢姐妹在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她觉得人生是没有盼望的，因为她看不到。但如今，因为她领受了上帝的救恩，她就有了圣灵的同在，看见了将来的盼望，她的人生就有了盼望。她不再孤单，不再害怕，不再陷落于绝望之中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主定罪的人，是多么有福啊！我闭口不承认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精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水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，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的时候向你祈求，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被淹没。你是我隐藏的地方，你一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时时规劝你，不要像罗马那么无知，必须用绝环计头管束才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遭受许多痛苦，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他。一人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。所有正直的人你们都要欢呼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过着信心的生活，让我们在遇见苦难困境，仍然坚定地相信，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。让我们靠着信心来看见光明的将来，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